因为可能中文的程度不是很好，然后你会看到中文的那个部首，然后慢慢猜，然后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运气好，我觉得我下次会点这个，那运气差一点就说下次不要。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的菜单可能写的时候，名字太好听了，还是有点复杂。我看到下水堂，日文的下水就是帝国群那个意思啊，所以我看到不知道是什么汤啊。是日本，它还有大部分的语言的话，大部分都是日语，还有英文会比较多。只有汉字的话，我们看不懂什么菜单嘛。可是下面有什么说明，日文还是其他语言的话，会帮就想点菜的。现在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外籍的旅客的话会比较少啊，不然的话，我们需要多国语言的那个菜单是蛮需要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你在小吃店或餐厅吃饭的时候，你有注意菜单的语言类别吗？台南是个国际的观光城市，当外籍朋友在台南用餐的时候，菜单能不能让人看得懂，就变得相当重要。台南市政府观旅局推出多国语言菜单计划，预计招募台南餐饮业者加入响应。本次计划除了自106年所推出的友善双语菜单外，更加入了日语、韩语、泰语及粤语等翻译选项。透过多国语菜单的推行，让不管在台南的外籍商务客或观光客都能更方便的享用台南的美食哦。欢迎店家踊跃参与。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观旅局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郭珍慧。我们这一次呢来办理这个多国语言菜单呢，端看我们过去的一些来到台南的一个国际旅客的分布哦，基本上呢就是以日本、韩国还有部分的泰国跟越南籍的旅客也非常的多哦。当然欧美的人士英语一定是没话说，所以我们总共呢就做了这几个语言的一个菜单翻译的一个计划。那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其实国际观光客越来越多哦，特别很多人都喜欢来到台南吃美食哦。在国外的媒体也有很多介绍。那我们这一次还特别邀请了4个国家的一个不同语系的我们的老师来用他的一个角度来帮我们看看我们翻译的内容是给我们辅导，那同时帮我们进行翻译哦，让我们的菜单呢可以更贴近这些当地的旅客他的一个使用的生活习惯，也让我们的料理呢能够受到更多人的认识跟欢迎。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9月25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为了配合国家能源政策转型，里洋能源过去伫屏东5天的时间，已经甲超过1000位的地主合作，创造出600公顷的正电规模。现在该企业嘛要将因伫屏东成功开发的经验引进到台南，配合市府展现绿能城市的愿景。从事电力相关经验已经有20档的里洋能源，伫屏东县政府协助辅导之下，日前伫屏东嘉东提供边举办升压站的上梁典礼，占地面积高达9000平方公尺，未来将提供99 MW 电力并联，嘛是近年来台湾民间地面型的光电厂，真难得有企业大手笔投资6亿来组建升压站的规模。成为再生能源最佳利器。及梁柱稳固，并行土地公、地基主保佑现场施工人员、机械设备一切平安顺利。中华民国109年9月23日辰时，祝祷完毕，请3拜，1拜，再拜，3拜。全程恭请诸天神明庇佑工程期间新工顺利，人员平安，上梁大吉，梁柱稳固，仪式圆满，礼成鸣炮。
该企业为了屏东太能电厂甲新压站成功开发的经验以后，嘛进一步看准台南日照充足、发展热能产业的优势，甲政府的支持，所以去年初嘛进军台南，同时设立办公室。业者表示，第一阶段将伫7个250公顷范围，并260МW瓦的光电计划，嘛预估会当创造3000个工作机会。溧阳的重点发展区域在台南的七股的这个区域哈，那台南七股这边有几个优势是地方政府的支持，以及日照充沛的一些优渥的条件。那溧阳在地的发展的优势，我们除了设立了在地的办公室，并设立了免付费的电话专线，我们追求的是最及时以及在地化的一个服务。我们除了提供双方合约的解说，那合法的申请，法院的公证等等，那其实我们是希望双方的合作，与地主的合作，与政府的合作，可以持续性的在这个20年之中，完成这个国家的政策能源的目标。对。根据了解，因为台南7股沿海有真侪无适合耕作的区域，加上太阳能伫厝顶的建地空间已经有限，所以现在该企业以开发地面型的太阳能为主流。嘛，互第一阶段已经有400位地主愿意配合一签20档的合约。我们在台南7股第一阶段预计大约需要250公顷的土地。那我们目前已经与超过400位的地主来配合，那已经将近200公顷的土地。那我们后续也不设限我们的目标，会希望持续性的再来做为国家的能源政策做一个发展。该企业持续甲地方政府合作来发展再生能源，嘛希望抛砖引玉，吸引更加侪业者投入，创造多赢的局面。台南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2020台南米展对今仔开始，从到10月11号为止，今年总共规划6大类168件的作品，相当精彩。欢迎介意艺术创作民众把机会前往文化中心参观。2020台南米展目前当伫咧文化中心展出当中，今年6类的得奖作品总计展出168件。其中3位台南奖得主分别是西方梅材类李贞杰、传统工艺类戴伟志以及立体造型类王春峰3人入选。我比较重视色彩变化，让它更有可看性。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陶艺它本身就是像一个陶艺，它是一个创作的元素是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元素再加进去，它是有加分的作用，让观赏者他更有那一种。跟我作者一种共鸣。看蒙瓜顶桃是很贴近、接地气的他的人物是比如说有法师啊、老旦啊、老伯小段甲倒体，这些都是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些戏剧的一个角色人物。那旁边有后场，故意会做后场，是因为塑造出这个静态里面会有一个动态音乐的一个暗示。传统工艺这个类别当中，我们看到今年的得主戴伟志，那他才36岁。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我们传统的艺师当中学习到4年多的时间，可以今年获得台南奖这个作品，可以看得到我们台南市在推动传统工艺这个表现，实在是非常成绩非常的亮眼。那另外我们另外一位得奖王春峰是我们立体造型类的得奖，那其实他是连续2年拿到我们台南奖的这个奖项。那这个部分的话，它其实透过不同的，从去年的情韵悠扬音乐的作品，到今年的超越巅峰，我们看得到老师不断的在超越自己。台南米展伫台南已经有30多档的历史，文化局透过征件方式接受艺术创作者投件报名。今年总共收到319件各类艺术创作，最后由专业评委选出168件作品。这个艺术创作目前嘛当伫咧文化中心各展场展出当中，欢迎喜爱艺术创作的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过来知名鸟类社团协照俱乐部，除了来自全台湾知名鸟类的猎物家，连前国民健康署署长邱淑媞，甲侪台南级的企业家，拢是因的成员。
一摆以联电的方式，伫江南度假村展现精彩交流世界，也希望唤起大家对环境生态重视。位伫江南会馆1楼，这26包拢是来自翕照俱乐部的摄影家作品，透过镜头拄来欣赏难得一见的珍贵鸟类，来认识因的水，相当精彩。更希望培养民众环境保育的观念。同时透过欣赏鸟类、接触大自然来推广生态观光。我们想透过这些美丽鸟儿的画面，尤其是我们一般人无法用就是肉眼，然后来观察到这么漂亮的羽色，这么漂亮的生态。而且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认识每种鸟儿，其实它都占有它的生态指标。就是说，它在这个地球上呢，独一无二的地位。譬如说，千色水螳，它是溪流的鸟儿。那如果当它有一天数量减少或不见的时候，代表着溪流受到了污染。那我们希望说，这次我们在这次展出的作品，能够欢迎各地的民众，然后来到这个好山好水的江南度假村，然后实际的来体验这好山好水，然后来观察我们的鸟类，然后来认识它、爱上它们、关注它们、保护它们。上午伫店仔店的开幕式当中，侪餐厅的会员拢到场，有企业家、有医生、有教授、嘛有电市，也有市民等到伫野鸟生态保育专家阵容相当坚强。江南度假村有水无？水啊！其中热心合办展览的江南度假村，嘛以100家园区生态资源，希望唤起大家对着环境甲生态维护的重视。那我们会跟海鸟俱乐部来合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最主要基于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把这样的自然生态的一个现场，那因为有很多生态在这边做栖息，那这边栖息如何让这个环境维持下去呢？那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鸟展，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环境有这么美丽的一个鸟类在这个场所在做一个繁殖，或是说在这边活动，那我们希望说告诉他们，我们要保护这样的环境，那我们还可以一起看到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鸟类，所以我们才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来展示鸟展。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展示，教导我们的民众，包括我们的下一代，如何来维护我们一个美好的环境，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环境共同来存活。该展览将为期1天，欢迎民众有机会亲自到场欣赏，一探鸟类世界生态奥妙。第一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讲到鸟类的生态，其实伫江南度假村，因为园区100家好山好水，所以有真丰富的生态资源。同时嘛，因为因不断努力伫环境生态教育，核选了今年第7届国家环境教育奖的相关荣耀。来到以江南风水拥有丰富浅山生态资源的度假村，心情就放松起来。会当看见因除了要保留过去的糖业文化，近年来透过各种环境教育设施等行动，更是要来守护水域，并且落实生态保育等资源的工作。这款努力嘛，互因核选第7届国家环境教育奖的优点，真无简单。我们在这个国家环境教育奖能获得这样优等的一个关键是在于，目前我们这个尖山坪水库之前是提供我们新兴糖厂的一个制糖用水，那它有一个人文历史的糖业文化在里面。那刚才我们讲，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态，那生态如何去维护它、保护它？那因为我们也经常透过这样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这是一个园区是一个比较人工林，那人工林就是比较少那个树洞，那我们透过去做一个巢箱，让菱角鸮或是大物处鼠来这边里面做繁殖。那我们今年也成功的拍摄到、记录到说，菱角鸮在这边大概4月的时候在这边繁殖成功。那所以说，我们除了展现说我们糖业文化的人文历史，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自然生态。这大概这2项的一个活动，让我们的委员得到肯定。这样。
有100家好山好水的度假村，伫疫情无遐尼紧张以后，嘛成为一团体旅游户外假客的好选择。业者表示，今年中秋甲国庆的连续假期，到目前大房预订嘛拢是9成满，而且佫会推出冬月寿星2分半价，以及邀请街头艺人、星光音乐会等精彩表演来回馈游客。台南新闻阮自郭博义采访报道。先翕阮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红红火，树头飞。以艺术构筑文字，雕刻生活美学，剪出生命精彩。台南爱读册将邀您一起以美的角度阅读生活，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市庆祝教师节以精选主题曲形式引起热烈的回响。今年进一步采用动画来完成影片，而且是以老师的角度作为主体，不但画面活泼，嘛互老师拢学了讲感动佮温馨。9月28教师节，台南市政府为了感谢所有的老师，特别用影片来向老师致敬。一部是以《老师我的爱》为主题曲，以今年度10多奖的优秀教师合力来拍摄，并且用一个一个动画方式呈现学校的特色，记录校园的生活风貌。另外一部是今年度教师节主题曲的精选第1名作品《不要吵，听我说》，以教师的视角来记录老师的养成过程，勉励老师的辛苦。台南市教育局这边为了表达对老师的感谢，从去年开始，我们就甄选了教师节的主题歌曲，然后拍摄了 MV。那今年也不例外，我们有2个非常好的作品哈，一个是不要吵，听我说，一个是老师我的爱。那这2部 MV 其实都在最近有了上架，让大家都聆听。那歌曲其实都是表达对老师深层的感动跟谢谢哈致意。那尤其是第1部的一个不要吵听我说的部分，我们是让我们很多老师平常的一个工作的生活经验都能够充分去看到他们的辛苦的点。那包括市长最后也有桥段演出，然后来谢谢我们台南市的老师。那希望说借由这个主题曲的部分，也让大家重新回到我们过去求学的时间，然后知道说我们有很多老师为我们默默的付出。那也希望在这一段时间，大家记得对自己的老师或过去教导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市府教育局表示，伫个翕的过程，为了要求完美，当中嘛看到囡仔精彩的演出，连教育局长甲市长嘛拢参与。目前2部影片伫个教育局的脸书粉专“教育花露米”来上档，欢迎市民踊跃分享。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玉峰育成宫慈善善心会长期关心各区的弱势长辈，提供假日送餐服务到档已经满12档，对此和民进党担市党部相当感佩，嘛家己育成宫照顾弱势行动，上午特别买下满豆有容的油仔，甲育成宫做伙关怀老人。中秋要到啊！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甲道教玉峰育成宫祝善善心会联合送爱心，要将这批麻豆油啊送予独居长者以及弱势家庭手中，希望因会当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度过一个温馨的中秋节。假日送餐爱不停这个活动哦，已经大概有12个年头了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国定假日或者是我们的礼拜六、礼拜天。我透过这一种时间，因为1到5都是我们那个市政府在做服务因为拜六礼拜拢无人是讲国定假日拢无人所以阮来弥补这个伊平常时阮这个红艳星就等于讲咱一般咧生活的迄个义工拢是
拢是拜个拜公咧上班，所以拢利用拜六礼拜这时间，甲国定假日时间，来做这个假日送餐爱不止这活动。我嘛感谢这个因为中秋佳节，咱潘主委嘛甲咱共襄盛举啊吼。照顾弱势不只是政府，也则是善心团体的代志。民进党台南市党部未来嘛会持续串联各公益平台，做伙来关怀弱势。结合咱的政治力，延伸甲社会力的结合啦。所以讲党部因为一个执政党，伊会当甲这是一个平台，就是讲跟市政府啦、跟民间是一个最好的平台。我想今仔日这个预防益圣公，预防益圣公这个公益的妇幼送油啊，互迄独居老人这个活动，这个公益活动啦，是真正做有意义啦。未来党部阮市党部会一直用着讲迄个台南市党部这个公益的平台，来做一寡社会较公益的代志民进党台南市党部执行长蔡立青表示，市党部伫潘新团主委带领之下，大力投入公益。今年中秋佳节嘛，扪下真侪社会资源，协助各公益团体义卖。这次阁配合祝善善生活义举，做伙关怀独居长者、身心障碍者等弱势家庭，希望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互更侪人加入关怀弱势行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根据统计，胃癌伫108年是个人癌症十大死的第8名，但有真侪病人烦恼化疗的副作用，刷电到使用偏远延误病情。所以，现代医生表示，现在化疗相关药物拢进步真侪，副作用是会当接受的，所以呼吁患者爱积极进行治疗。胃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但是胃癌也是个人十大炎症死因的第8名。有的民众对炎症的印象就是会非常的痛，但是胃癌的初期症状确实食袂落、上腹痛、想要吐等等，而且早期的症状也无明显。所以如果有胃肠相关的症状长期无改善，就应该要到病院来检查。一般来说的话，早期胃癌当然常常没有症状，但是假如有可能一些症状，例如说上腹部闷痛啊。或者是说，就是吃东西以后觉得不舒服，那也有可能因为就是胃部肿瘤出血，造成大便可能变成像黑色的情况，那甚至说开始体重减轻、食欲不振这样子。那严重一点的话，造成胃部阻塞的话，就有可能会形成持续性的呕吐，然后没有办法吃东西这样子。医师表示，有的患者会烦恼化疗的副作用，所以无愿意积极来治疗，也或是使用偏远。所以错过了上好的治疗时间，但是现在相关药物的效果拢已经改善真侪，副作用也拢伫会使接受的范围。那针对就是很多病人或家属比较担心，就是说，治疗的副作用的部分啊，很担心说会不会恶心呕吐的很厉害。那其实，在近年来，不管是化疗药物的一些进步啊，或者是一些止吐药，其实有很多的进步，那可以让我们的一些恶心呕吐的或是相关的一些副作用都减轻很多。那很多人在治疗的时候，他其实副作用也都还在非常可接受的范围，所以我们还是会鼓励病人可以积极的接受相关的疾病控制。医师也提醒，民众如果常常吃烧烤，或者是有硝酸盐的加工食品，甚至是食薰或者是啉酒，这样是胃癌常常看到的危险因子，民众要多加注意。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以上就是9月25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非常感谢你收看，咱再会。